喂喂喂，呢度係文哥聊天室，過嚟傾下偈，吹下水，乜嘢都嚟噏一餐。歡迎嚟到文哥聊天室。你知唔知道有一間公司嘅歷史比加拿大呢個國家仲要長差唔多200年？呢間公司曾經擁有北美洲15%嘅土地，比好多國家都要大，甚至一度富可敵國，勢力堪比聯邦政府。但係喺2025年6月1號，呢個傳奇正式落幕。355年嘅輝煌歷史就咁畫上句號。呢間公司就係哈德遜灣公司 （Hudson's Bay），一個見證住整個北美開發史嘅零售巨頭，最終敵不過時代洪流，負債170億港元破產收場。如果喜歡呢條片，記得訂閱、點讚、留言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你哋嘅鼓勵係文哥拍片嘅原動力，請大家多多支持。而家就嚟同你講下今集話題。哈德遜灣公司嘅故事要從1670年講起。呢個年份對好多香港人嚟講可能好遙遠，但係你可以咁樣諗，呢個時候康熙皇帝先至登基8年，而香港仲係一個小漁村。呢間公司係由2個法國毛皮商人 Pierre Esprit Radisson 同 Maître des Groseilliers 創辦。佢哋本身喺法屬加拿大做毛皮生意，但係因為同法國政府有糾紛，所以轉投英國懷抱。想象下當時嘅情況，呢2個法國佬帶住一肚子委屈去到英國，向英國國王查理2世講述北美毛皮貿易嘅巨大商機。佢哋話，如果從哈德遜灣呢個地方入手，可以避開法國人控制嘅聖勞倫斯河航道，直接同原住民做生意。英國國王一聽，覺得有道理，於是喺1670年5月2號頒發專利證書，成立咗冒險家公司，後來就改名做哈德遜灣公司。呢間公司一開始就唔係普通嘅商業機構，佢哋獲得嘅專營權包括哈德遜灣流域嘅所有貿易權利。呢片土地叫做魯珀特領地，面積有390萬平方公里，差唔多係香港嘅3500倍咁大。更重要嘅係，公司唔單止有貿易權，仲有司法權、行政權，基本上就係一個國中國。哈德遜灣公司喺18、19世紀嘅發展，可以用叱咤風雲4個字嚟形容。佢哋嘅總部設喺哈德遜灣畔嘅約克工場，從呢度控制住英屬北美地區絕大部分嘅皮草貿易。你可能會問，毛皮貿易有咩咁特別？其實喺呢個年代，毛皮就好似今日嘅石油咁重要，係歐洲貴族必需品，特別係海狸毛帽係身份象徵嚟。公司嘅商人同布獸人與好多當地原住民部落建立咗合作關係，呢種合作模式好聰明。原住民負責狩獵同收集毛皮，公司就提供歐洲製造嘅商品，包括槍械、工具、毛氈等等作為交換。呢個制度令到雙方都受益，但係同時亦都改變咗原住民嘅傳統生活方式。公司嘅驛站網絡後來逐漸演變成加拿大與美國西部部分地區嘅官方架構。好多今日加拿大嘅大城市，包括多倫多、溫哥華、卡加利、愛民頓同溫尼伯，都係因為作為公司嘅貿易或者轉運站而發展起嚟。可以話，哈德遜灣公司係加拿大城市發展嘅奠基者。1869年11月19號係哈德遜灣公司歷史上一個重要嘅轉捩點。公司將魯珀特領地以150萬港元按當時匯率計算賣俾新組建嘅加拿大自治領。而加拿大政府喺1870年7月15號正式接管呢片土地。呢個決定可能係當時管理層覺得毛皮貿易嘅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但係佢哋點都估唔到呢片土地後來會發現咁多石油同礦產。失去咗壟斷地位嘅哈德遜灣公司開始進入商品市場，喺加拿大西部銷售生活必需品俾新移民。1881年，公司喺曼省溫尼伯開設第一家百貨公司，正式踏入零售業。呢個轉型好成功，公司逐漸發展成為全加拿大最著名嘅百貨公司。20世紀初，哈德遜灣公司開始大規模擴張。1913年喺卡加利開設第一間真正意義上嘅百貨公司，之後喺溫哥華、維多利亞同溫尼伯等地陸續開店。到咗全盛時期，公司喺全國擁有96間門市、4座配送中心，僱用超過9600名員工。對於好多加拿大人嚟講，去哈德遜灣百貨購物係一種生活方式，特別係聖誕節期間嘅櫥窗展示同 Boxing Day 嘅搶購人潮，已經成為加拿大人嘅集體回憶。公司嘅經典彩條圖案更係加拿大文化嘅一部分，就好似香港人對永安百貨或者先施百貨嘅感情咁。踏入21世紀，哈德遜灣公司開始面對前所未有嘅挑戰。2006年，公司被美國商家
Jerry Zucker 以每股15.25加元收購。呢個收購標誌住公司開始失去加拿大本土控制權。網購嘅興起對傳統百貨業嚟講係一個致命打擊，就好似香港嘅百貨公司面對淘寶、京東等等網購平台嘅競爭，哈德遜灣亦都要同 Amazon 呢啲電商巨頭爭奪顧客。實體店嘅客流量大幅下滑，特別係市中心嘅旗艦店，人流量比以前少咗好多。2015年，為咗尋求新嘅增長點，哈德遜灣公司以336億港元向德國麥德龍收購德國103間 Galeria Kaufhof 連鎖店，希望進軍歐洲市場。但係呢個國際化策略最終證明係失敗嘅，反而加重咗公司嘅財政負擔。新冠疫情對零售業嚟講係雪上加霜。雖然政府實施咗各種支援措施，但係哈德遜灣公司嘅情況已經唔樂觀。公司喺疫情前早已顯現出營運下滑、資本投入不足同品牌老化嘅隱憂。疫情只係加速咗呢個衰退過程。2020年開始，公司先後關閉咗溫尼伯、愛民頓同多倫多等主要城市市中心嘅多家旗艦店。呢啲關店決定對好多加拿大人嚟講都係好痛心嘅，就好似香港人見到老字號一間間結業咁。到咗2025年3月，哈德遜灣公司終於撐唔住，根據加拿大公司債權人安排法申請破產保護，並計劃進行業務重組。公司話會關閉旗下80家百貨門市、3家薩克斯第5大道同13家薩克斯 OFF 5TH 門市，只保留6間分店，但係最終連呢6間分店都揾唔到買家接手，要全面清盤。2025年5月26號，哈德遜灣公司向法院遞交破產清算計劃，宣佈將喺6月1號全面關閉全國所有門市。呢個消息對好多加拿大人嚟講都係晴天霹靂，一間陪伴咗佢哋幾代人嘅百貨公司就咁消失。破產清算嘅數字令人震驚，公司負債累計超過10億加元，約170億港元，裁員8347人，佔總員工人數89%。剩餘嘅1000幾名員工當中，預計有899人會喺6月15號前後陸續離職，最終只留低100幾人負責處理破產同埋資產清算程序。最令人心酸嘅係，公司表示呢次裁員唔會立即支付遣散費，部分高階主管嘅退休金同埋大約2000名退休員工嘅醫療同牙科保險都會被終止。呢啲員工好多都係為公司服務咗10幾20年，突然間失去工作同保障，對佢哋嘅家庭嚟講係一個巨大打擊。哈德遜灣公司嘅倒閉並非個別事件，而係反映咗整個北美百貨業嘅困境。近年嚟，包括 Sears、Nordstrom、Target 及 JCPenney 等多家美國大型百貨公司喺加拿大嘅業務都遭遇重大挑戰，最終退出市場。唯一喺逆勢中成長嘅係總部位於魁北克嘅 Simons。呢間公司自疫情以嚟，業務規模穩步擴展，目前喺加拿大擁有19家百貨門市。Simons 嘅成功可能係因為佢哋更加注重本土化同年輕化，產品定位亦都更加貼近現代消費者嘅需求。呢個現象令人思考，傳統百貨業係咪真係冇得救，定係只係需要更激進嘅轉型？香港嘅百貨業亦都面對類似嘅挑戰，但係一啲例如連卡佛、崇光等仍然能夠維持營運，可能係因為佢哋更早開始數字化轉型。哈德遜灣公司嘅倒閉亦都同加拿大整體經濟環境有關。受到美國關稅政策影響，加拿大出口依賴型經濟遭受波及。4月失業率攀升至6.9%，創下半年新高。哈德遜灣嘅大規模裁員對就業市場更係雪上加霜。消費者支出低迷亦都係一個重要因素。疫情後，市中心人潮流量下滑，好多上班族改為在家工作，減少咗喺市中心購物嘅機會。加上通脹壓力，消費者更加注重價格，傳統百貨公司嘅高端定位變得唔合時宜。好啦，又到咗片尾。如果鍾意今集內容，記住按 like 支持下，順手分享出去。仲未 follow 我哋 channel 嘅兄弟姊妹，快啲訂閱同埋按個鐘仔。你哋每個支持都係我繼續拍片嘅動力。下次再同大家吹水，拜拜。